后来即摆是乌鱼的产季，气象局的预测，未来10天中南部的花温会超过30度，这等于是小热天。这个嘉义沿海的渔民真担心哦，惊这个高温会致使乌鱼子石化，再加上进口的乌鱼子来抢市场，今年的乌鱼子恐惊会败市。 历史是乌鱼最强，即摆才是乌鱼产季，嘉义沿海量有够多，为你取乌鱼子，为取乌鱼标，大概是有够无用。是讲这几天的气温有机会超过30度，好渔民会烦恼。会过期啊，会坏啊！你啊连续3天哦，3天南风就拢去了啦。因为这个天气的新会使讲是乌鱼子的杀手啊。 高温会致使乌鱼子石化，品质歹就较歹卖。一方面要有进口乌鱼子的竞争，已经连续2天绩效拢无好啊。因为武汉肺炎，那个餐厅办桌的减少，所以今年的价格会受到这个波动，跟去年差将近100块。 高产市乌鱼子的价格108年，8两单规价为850，已经落到750，750就等是了钱啊！渔民有够烦恼讲，今年中品下品的比例增加，这个乌鱼子的价格恐惊会阁继续败。